飛飛三子度假勝地，飛飛嘅旅程由今日開始，以時尚嘅方式上山飛，甩斜同風景高地，有個安靜嘅小屋可以過夜飛，一齊跟住飛飛逃走，去到山上嘅空地啦。飛飛踏出雪光，喺山底到風吹嘅地方啦。佢行去火車咁明亮，對山高感到興奮。佢想去有個和平嘅景色，風景好靚，天空好藍。飛飛嘅山途係呢度，雪峰同天空好清澈，甩車帶佢上高處，同下面嘅世界開始飛過嘅時候咯。呢個係一個充滿奇妙同寬闊嘅旅程生。喺旅館，佢即刻入住一個舒適嘅空間，和平開始。溫暖嘅火光，完美嘅景色，而家要探索有水同露水。佢行緊條小徑，空氣好清新，大自然嘅美麗令佢感到有福。飛飛嘅山途係呢度，雪峰同天空好清澈，間旅館好溫暖，個景好闊，依這條小徑通往山嘅地方。呢個係一個充滿歡樂同寬闊嘅旅程生。第三節自主題溫馨嘅咖啡廳試行，自主題陽台放鬆喺咖啡廳入面，飛飛坐低咗，一杯溫暖嘅飲品同樹皮嚟招呼，火隨住雪花落下而燃燒，飛飛放鬆咗，享受緊呢一切。後來喺陽台上個景好宏偉，晚上好平靜，雪就嚟啦。飛飛嘅山途係呢度，雪峰同天空好清澈，咖啡廳好溫暖，夜晚好明亮，喺陽台上面佢睇住夜晚。呢個係一個充滿冷靜